好啊，来，那可以啊。多少呗？就随便抽个女朋友。上课啊。哦，你也抽呗。你哪边？讲袂刷呢？不要嘟嘴。有点。没关系，因为等一下要帮我剪集体疙瘩。哦。好啊，来。哪个要升平板？你要表现较好诶。我以为是啊。我没输。为什么怪我？正好我来。没来。他乖耶，上课状况好一点，下次有机会。知道了，那个东西是辅助教学。你若正常的教学不好，咱个免辅助啊。来正常的上课 ，OK， 我们才辅助。你怎样哈？你顶会有升哈？你有升太空大逃亡了？那不是玩那个卡户吗？只有盖塔楼而已嘛。对。还没有玩太空大逃亡哦。还给比较翻身诶。你知道我有带他们一节第8节。星期4下午的第8节，跟主任的课啊，我只有带他们第8节，所以上个礼拜，我跟你讲，升那个太空大逃亡那是全班一对哦，然后全班一起过关，没有就一起爆炸死掉。那个结果他们玩到怎么样？小没念来。互相牵拖，最后没有过关，全部挂掉。然后早上4班，我早上上我也带4班的课啊。然后4班引到衰，4班上个礼拜4，我推过去，然后我要连线，就死命卡在那边，网站都进不去。卡了半节课，浪费我半节课。我说你们班是怎么搞的啊？你们网络有问题，赶快报修。结果我也给资讯组长公4班网络有问题，结果资讯组长传一个教育部的资教中心的讯息给我，说所有教育网络在上个礼拜4下午2点半到3点半出现问题。我讲。这做不准的呢！我花了前一个晚上备课，把那些东西设计好，结果他们第一班要用，就卡死在那边，卡了半节课。结果今天他们就是用。可是我不知道呢，4班有一些人真的是很坚持，他都趴着不起来的。他趴着不起来，你当然就不能拿平板啊。全班玩的嗨的要命，然后后来有2、3个就醒过来了。醒过来我还是不给他拿平板啊，他就看别人玩啊。可是还是有几个真的很坚持呢，一直坚持到下课呢。那个全班不过他们班很厉害哦，他们班虽然这样，他们那个太空大逃亡居然过关了。他们要过3个关卡哦，然后全班就过关了。不知是清醒的人，他少拢还好过关，我嘛不知。好啦，后礼拜若有时间，因为我来讲啊，咱这个第1次段考考作少，其他物件收起来，地科课本杀出来就好啊，其他不相干的收起来。我讲过，上课基本的好，我们才有附加的、额外的啊。基本都上不好的，不用附加的啊。
咱这边也是课本啦，上我挂啊，都唔知。你袂问讲，这节什么课是不是？这个老师是教什么科的？然后就最离谱的是问旁边说，现在几年级了？我要拿几年级的课本？啊，国中了，不是念小学而已，人家毕业了。我们这次只考到那个3之2，不过我们不会只上3之2啊，会考到3之2是因为有人的地科，有班级的地科是在星期五啦。你知道星期五都放掉了，所以呢，星期五地科班在星期五的老师就赶不及呀，所以就只好依照他们班的只考2节，但是我们就照这个顺序教，只是因此我们不用赶那么快，所以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用来复习这个东西啊。后来，咱来看3之2天气现象。来，我先问一个问题：天气和气候有啥物无共？时间长时间。多长多短？偌长算天气，偌短算天气，偌长算气候。多长？你干嘛？伊讲啊，真正确，相对比较短的。你袂讲，你会说明仔载天气安怎？明天天气怎样对不？你会讲明仔载气候怎样？你看看这句话怪怪，可是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你袂讲亚热带天气嘛？台湾是季风气候，你袂讲季风天气嘛？卖答对的摇摆啦，人要谦虚，知道了啊？来，一般啦，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我们会把什么季节性的，一季至少是春夏秋冬3个月嘛，这时间我们会叫它气候。那如果一天一周的，或者那你说1个月的呢？你觉得1个月这个月的天气还气候，你觉得用什么合适？好像很难讲，对不对？所以我说它没有一个界限，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反正相对比较长的就是气候，比较短的时间就是天气啊。对，来，第一个云和雨。天空中的云 ，cloud， 云雨啦，听有吼。来，理化复习，云是啥物？液态、气态、固态？啊？云是液态、气态、固态？来，我只能说绝不是气态。硬的固态，小水滴或冰都有可能。你看得见的绝不是水蒸气，看会到的，看有的，水蒸气你看无啊？安尼怎样哈？来，所以不会是水蒸气凝结而成，你想要凝结，你可以离到高空，高空怎样？比较冷嘛，地面比较热嘛，高空比较冷嘛。所以它就凝结了，安尼怎样？凝结变做云，一个会落雨，一个会落雨，咱把雨分做3种。来，咱看79页，第一种叫做对流雨，
啊，你无课本哦？啊，讲偌久啊，你唔敢撒出来，是安怎？啊，你撒出来唔敢拍开。啊，要迄个上课甲较认真诶啦，莫呢啊，遮散漫啦。你安尼你讲吼翕去啊？你毋知？来，我们对流，它哪旺盛呢？给产生很多的云，因为对流旺盛，地面的空气给都多去哩，叫高空凝结啊，来就雨，这个对流啊，当你对流旺盛，都简单，太阳很大，照地面很热，对流又旺盛，所以哪一个季节对流旺盛？夏天嘛。白天一直对流旺盛之后，中午过后就怎样？会导安怎？午后雷阵雨。啊，这是第一种对流雨。第二种地形雨，伊同款是抬升，不过伊的抬升是因为安怎？地形的抬升，风位遮吹过来，迎风面抬升。迎风面山形这个云落雨，这个地形雨。所以咱东北季风，冬天吹东北季风的时阵，北部的山区的迎风面，所以宜兰遐容易下雨。越过中央山脉，翻山越岭，到南部就来，就是啥？这个背风面。所以咱冬天南部安怎？刚好雨。很少下雨，因为遮拢落了遮拢已经落了。来，第三种锋面雨，就是有锋面来起。锋面咱下一节才会讲到气团跟锋面所以这个锋面，其实锋面会落雨，嘛是因为对流旺盛，别锋面也对流也特别旺盛锋面的几种，咱下一回3至3会讲到。来，第二个风的形成，是为高压吹到低压，这理化二轨高压吹到低压。恁上回无用那也让把地形画成等压线，气压画成一个等压线。跟地理的地图等高线一样，那气压有等压线，把相同气压的地方连起来，这是气象图丁管的等压线。等压线越密的地方代表什么？代表什么？等压线越低，越这样，越密，就是越风越大。梯度越大嘛。你若伫山，是不是悬崖？类似悬崖，球就会滚得越快嘛，空气流动就会越快。等压线越密，空气流动越快，风就会越大。这个等压线。然后咱气流有所谓的高压中心跟低压中心。一个高压中心、低压中心，只是它有一个中心区域比周围高或比周围低。咱用的代号是啥？
对决低压，low 跟 high 嘛，低压、高压，低压中心会出现什么事？低压是什么意思？这里的空气压力比别的地方低，空气压力低，密度怎样呢？密度也要大谁？你也都接物件，压力越大，是不是也密度越大？压力越小，是不是密度越小？密度小的东西会往哪边跑？往上跑，对不对？所以低压中心，你上课那叫无用啊。低压中心往上跑，往上跑，这个地面空气它淡它潮湿，一起里会产生啥？上升气流会产生什么？云。高压得冰，中心压力大，下沉。高空的空气比较少水汽，所以高压中心嘿啦，你若安尼免想啊啦，你若想安尼莫甲我讲咩啥物用平板啊啦，免啊。课个毋上咧算啥？我讲一遍哈，我要借无看你的表现啦。我没有一定要用那个啦，我用那个我要准备很久啦。我要备课，我要签字作业，我要去推平板车啦。你拿来上课让我觉得不值得，算了，我讲课就好了。我干嘛多做那么多？自己要什么，我都看自己表现啊。弄啥你啊？有些话点一次会听就好，给人家一再讲，你听了烦我也烦，那以后不要讲。我不就在提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高压的中心下沉，所以高气压。咱蛮讲好天气，有人爱落雨，咱就讲高压是没有云，所以不会下雨，天气晴朗。低压有云，容易下雨。你看它的空气中心空气上去之后，这边不会成真空嘛？所以周围的空气也爆回来。高压下沉料也不会堆积在这边，所以中心的会流出去。迄像你的那个洗脸台，你把塞子拔掉，水是在往中心流下去。问题是水中心流下去，它是直线的下去吗？它一定有漩涡，对不对？啊，你活到今摆，你看10几档啊，我问你的，你会记得迄个水是顺时针啊、逆时针，还是各项都有啊？这物件我以前其实讲错，
我都认为跟台风一样，一定逆时针。后来有一集公式留言追，下次有机会我放你们看，他真的做实验。我之前都认为跟台风一样，南半球是顺时针，北半球是逆时针，但他实际实验结果发现不是，答案是都有可能。一开始的微扰动是造成它最后旋下去顺是逆的原因啊。那有时间咱去看，我找看有那一集公式的留言追。想要让它跟台风不一样，因为它的距离很小。来讲台风，它到底顺还逆？来，这跟地球自转有关，但这个物理我们没学到，所以你只要背起来。要背就麻烦，你背一种就好，剩下都倒过来。背哪一种？台风，我们的台风，也就是北半球，因为南北半球是颠倒并，低压跟高压也是颠倒并，可是流进流出是一样的，流进流出是一样的，高压一定就是流出现出来，低压一定流入。这南北半球很赶快，我们南北半球的倒并的是顺跟逆。好，所以你记是这种就好啊，记对这种。咱的台风，你有看过咱台风的卫星云图吗？回想一下，我们台风的卫星云图是怎么转？顺还逆？咱想让有西南气流，你看咱的风台是不是安尼？咱的尾巴是不是拖在这边？这摆叫做西南气流，引进西南气流。是安怎？淡水河口特别，如果北部的拢会倒灌，因为海风台若安尼入来，会淡水河个倒灌啊，所以是安怎选？你好，记这个好啦哦。记这个就好了哦，记多你就乱掉了哦。北半球低压是逆时针，低压一定是什么？旋入，所以旋入旋出我就不写了，因为它跟南北半球无关。高压呢？反过来，当然是旋出啦。出入就不用写，南北半球倒并，所以南半球低压顺时针，南半球的高压逆时针。记一种就好，因为咱住北半球，咱记北半球，那南半球都要甲并过啦。咱常常对着风台。想让咱记风台，你卫星云图看有风台的顺跟逆，你有没有本事看到高气压的顺跟逆啊？高压没有云啊，没有云啊，没有云，你看卫星云图你看不出来啊，所以你只能看到台风的卫星云图啊。所以你脑海里面只要你看过一次我们的台风。侵略台湾的台风的卫星云图，你就会记得那是逆的。安尼知影吼？记一个，春天拢倒并但是流入流出，你不要给我反过来哈。高压一定是流出，那流出是指地面哦，是指地面哦。中心高压是中心下来，然后地面往左右流出，它流出之后，它当然是一个回旋啊。高空我们就不管它了，高空我们就不管它流入流出了，因为地面我们住在地面嘛，地面跟我们才相关嘛。来，咱看台湾的季风，台湾的季风基本上受到西伯利亚高压跟太平洋高压的影响。这高压造成气团，也造成我们的季风。来，咱台湾比较，中欧大陆比较，西伯利亚、蒙古在哪里？
加是一个冷高压。冷气团跟暖气团都是高压哦，这下一节的。但是你不要把它倒过来哦。很多人想说，如果一个高压另一个低压，没有。冷气团，我们这个冷气团是一个冷高压，太平洋的暖气团是一个暖高压，可是冬天是这个发威，对不对？来，高压是顺还逆？交了，顺哦，所以顺啊，所以到台湾的时阵，什么风？东北季风。有人搞不清楚哦，风向是风来的方向，还是风过去的方向？是风来的方向哦，所以这是东北季风。有问题吗？这个一样是顺时针，哪一个方向？反向嘛。不过因为太平洋都大，有人下角，有人下里，还是有人下，所以我们基本上有可能吹南风，有可能吹西南风，甚至有时候也会变东南风。画在高压底堆，那基本上是南风或偏西南。所以呢，东北季风北部就变迎风面，夏天的西南季风南部变迎风面但夏天都有风台搁迎风面，所以呢南部降雨很不均，那南部的冬天变这节背风面，所以冬天都无雨夏天一大堆雨。你只要西南季风还有带来午后雷阵雨，对流旺盛造成午后雷阵雨有台风也都夏天来。所以伊早晒盐颠倒北部较好，你晒盐袂当落雨你莫讲日头大毋过落雨无法度，晒不好了这就是季风气候东北季风跟西南季风。来，咱看一下以早阮伫咧外岛这边的时阵迄东北季风起来你喙迄人拢安怎样知？会风吹走呢？那个东北季风强到，就你为了人不要让风吹倒，你走路只好怎么样？你的身体就要倾斜。你看东北季风吹过来你若安尼，你徛直直，你会吹走所以你行路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偏向。你力学上的合理就是安尼。你要利用重力，然后倾斜，然后跟那个侧向力拉成平衡。所以我刚才干嘛做好耍迄叫人体风标，你知？我远远看到迄泡泡外口迄阿兵哥咧行路我看身体倾斜的角度，我知道今天的风速是如何，然后身体倾斜的方向，我就知道今天的风向是什么。风向比对。我来讲，我有伫对这边，我讲工作要伫对这边。我在东沙当兵。现在男生也都要当兵了当兵受训完抽部队，你知道吗？拍谁？湾海流来，一日陆战队，终身掉眼泪，终身陆战队，不死也残废。陆战队已经，然后受训完要抽签，陆战队2个师，一个66师，一个99师。66现在改旅了，为了跟陆军一样，以前我们叫师，陆军叫旅。66师师部伫台中的清泉岗，99师的师部伫高雄的林恒，司令部伫遮阳。司令部的魁龙好签，
啊，毋过足少诶，你知影好签袂少嘛？大部分签毋是664个994嘛？结果了后，我抽签的前一天吼去拜拜，我一对拜了来三雄宫、三凤宫啊，三凤中间啊，三凤宫。我祈祷，我讲咱做人茫上贪心，神明会生气，颠倒互咱歹诶。我讲我不求好签，啊无做赢偌好诶，我迄阵伫立德，我足熟诶，阮受训就是左营司令部。我讲664在台中，994在高雄，我家在高雄。好，我要的不多，大部分签不是666、99嘛？司令部的签很少，我说我994就好，不要让我到台中去。哎，回家比较远嘛。结果隔工抽签抽出来。拍开第一个师部994，落来658团，658团你对点来，就在世运。以前我们的世运是我们658团团部，那不是左营基地前面吗？对不对？我不用跑去林园了啊。我的团部就在左营，就在司令部前面呢。上天对我好眷顾哦。过来赢啊嘛！这赢抽出来伊的番号格很不吉利呢，414。这个番号一出来，阮队长也讲东南杀手背影，东南杀手背影。我们的资源连跟7连、8连在东杀，9连在南杀，我抽到7连。上天说你要994嘛，我给你嘛。你家住高雄嘛？你拿东沙的地址安怎写？高雄市旗津区东沙里。虽然东沙距离高雄400海里，不过你许愿啊，心想事成啊，对不？知道不？你甲人讲一件代志，许愿要讲清楚。人家有答应你啦，然后你要的都给你啦，你有什么不满足？我讲好胜啊！我去那1年半，我去那边1年半，我拄到迄个啥？我哪衰啦？我拄到迄个1996从哪吗？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史称飞弹危机。我跟你讲，迄阵两岸真的要打起来，真的差一点打起来，已经打起来了，飞弹飞过来了啦。